好啦，2019年 Paper 2嘅第一條，咁呢條就想你展開個括號啦。咁首先我想用個 A 乘翻呢三嚿嘢啦，咁跟住之後想用個 B 再乘翻呢三嚿嘢嘅。咁佢將佢寫清楚啦 ，A 乘翻 A 二次加 AB， 再減翻 B 二次啦，咁再減翻 B 乘以 A 二次加 AB， 再減翻 B 二次，亦即係用個 A 乘翻成嚿嘢啦，就得到呢一橛。跟住用負 B 乘到呢度成嚿嘢，就會得到呢一橛啦。咁跟住之後，你再將個 A 啦分別地乘入去3次啦，咁就會得到 A 嘅3次啦。咁呢度 A 乘 A 嘅2次就會出 A 嘅3次啦。咁諗 A 嘅2次乘 AB，A 同 A 擺埋一齊就係 A 嘅2次啦，所以再加翻 A 嘅2次 B。咁跟住呢度正數乘負數就會出負數啦，咁將 A 同 B 2次擺埋一齊啦，咁所以就會得到減 AB 嘅2次。咁睇埋隔離啦，負 B 乘 A 嘅2次，咁就會係負 A 2次 B。咁負 B 再乘翻 AB 啦，正嘅 AB 就係負正得負啦，咁呢度 B 乘 B 就係 B 嘅2次，所以就係負 AB 嘅2次啦。咁負數再乘負數就係正嘅，咁 B 乘翻 B 2次啦，就會得到正 B 嘅3次啦，正 B 嘅3次。咁你見到呢度 A 2次 B 同埋負 A 2次 B 咧，其實就可以約咗佢啦。但係呢度負 AB 2次再減個 AB 2次啦，咁其實就冇得再約啦。咁所以答案就係 A 嘅3次減翻2個 AB 嘅2次，再加翻 B 嘅3次啦。咁答案就會係 C 啦。咁除咗用呢個方法之外咧，其實都可以用代數嘅方法啊嘛。咁譬如話可以代翻 let's say 代個 A 啦等於5，咁個 B 咧可能就等於2，咁你就會得到5減2啦。再乘翻5嘅2次，再加翻5乘2啦，再加翻2嘅2次。咁呢度自己撳下機試下，5嘅2次加翻5乘2，再加翻2嘅2次，再乘翻3，咁就會得到個93嘅。咁試一試下，將每一個嘢都代入去啦。咁唔好撳錯機啦。咁5減2嘅3次，咁就係27。咁所以 A 就一定錯嘅。咁下邊呢個就叫做5嘅3次減翻2嘅3次啦。咁就會係117，咁其實都係錯啦。咁 C 嗰條啦，5嘅3次方，呢度係5嘅3次減翻2乘5乘翻2嘅2次，再加翻2嘅3次，咁就會係都係自己撳機試下啦，因為撳機都好重要噶嘛。咁就係93，咁 keep 住佢先，要試埋第4個答案。咁就係5嘅3次減翻2乘5嘅2次乘2，再加翻2乘5乘2嘅2次，再加翻2嘅3次啦。咁撳一撳機啦，都係減翻2乘3嘅2次乘2，再加翻2乘5乘5乘2嘅2次，再加翻2嘅3次方，咁就係73。咁所以答案就一定係 C 啦。OK。